2012年佢得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簡浩明 Thomas， 係香港必勝客嘅一位服務員，喺呢間公司工作咗有1年。我個人嘅性格啦，比較主動同埋外向嘅，我好中意參加任何類型嘅團體活動，無論係玩啦，還是工作上都一樣都咁享受嘅。我哋公司嘅宗旨啦，同埋理念係秉承為客瘋狂嘅企業文化，盡力令到每一位客人都可以享受到一段段嘅美好時光，同埋 Pizza and more。正正係因為咁啦，我都會當每一位客人係我嘅老朋友咁㗎，笑住咁享受我哋食物之餘，得到 more 嘅歡樂。今次獲獎啦，我最想多謝嘅人有好多，包括我分店上上下下嘅兄弟姊妹啦、經理同埋3位培訓嘅導師 Elsa、Bonnie 同埋 Jessie。佢哋喺我最需要人幫忙嘅時候，一次又一次咁幫我渡過好多嘅難關。冇咗你哋，我係唔會得到呢一個獎嘅。I love you all guys。